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平安。我们的神是不是信实的神？是。阿们。是的，诗篇125篇这样说：倚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们神是一位可靠信实的神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他的话语也永不落空。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一首轻快又活泼的诗歌来宣告我们的喜乐与信心，信实的神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；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；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说我们要用信心大声的来宣告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拍手，我们大声的来宣告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。你永远不改变，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，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；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信实的神，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；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有时候都会遇到困境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千万不要灰心。我们只要将我们祷告的手举起来，我们跟我们的神说：主啊，我的
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是的，我们相信主一定会保护我们，直到永远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，用单纯的信心来唱出我们对神的盼望。我们要向高山举目。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肢体，我们来赞美神。我现在来这一首歌，我来教几个动作，我们一起用肢体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好，我要向高山举目。好，我的帮助就是力量。我的帮助到底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，然后这一次是更有力量的哦，确定的知道说，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动作很简单，好，我们就一起比动作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来唱，连续唱2次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。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。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曾经细数过神的恩典。我自己真的是满满的感谢神，因为我觉得我能够认识神，然后也感谢神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。在这3年多来，我觉得我的生命真的是充满了神的恩典与赐福。对啊，我也知道说每一步真的都充满了恩典，也充满了盼望，因为主会紧紧的抓住我，
不管是在人生的高山，或是在人生的低谷，我相信主都会亲手保护我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认识耶稣真的是一生最大的恩典，也是最美的祝福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恩典之路》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走这人生路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